就係三老師呢次尋寶尋得最開心嘅一張，就係歡迎嚟到三老師珍藏系列。咁大家梗都知道啦，9月尾、10月中、10月頭嗰陣時咧，比卡超嗰啲卡咧突然間無厘頭炒上去，梵高炒到由6000幾炒到去2萬都見過，咁而家回落翻啦。咁比卡麥當勞咧去到2000幾蚊10分卡係唔合理嘅。咁後尾去10月中後咧就暴跌咗啦。梵高而家都去到12000蚊左右，咁麥當勞比卡超600、700都有啦。咁喺呢個跌浪咧，令到之前好多升咗嘅卡咧都暴跌咗落嚟。咁咧趁呢個時候咧，三老師同三太太咧就有咗尋寶遊戲，將好多之前唔夠錢買唔捨得買嘅卡咧收入其中。我哋一齊睇下三老師嘅最新珍藏。第一張橫濱比卡超，之前入坑嗰時都要3500蚊嘅啦，後尾升到3800，而家三老師入手價3000，抵到爆啊！3000。第二張金澤比卡超，之前一路都2000幾，三老師臨時入購價1800蚊，抵啊！東北比卡超，哇！之前連個盒啊都要1900蚊咁上下，呢張卡10分去到曾經見過4000啊，而家三老師入手價2600，抵到爆啊！港島比卡超，之前個盒都去到2500都見過，而家我入張10分卡都係2400、2500。超抵！3大禮盒最後一個福岡比卡超我都入咗啦，都係2500左右，咁啊抵到爆！好彩嗰時冇買盒。好，到最後呢張啦，就係三老師呢次尋寶尋得最開心嘅一張，就係之前講咗好耐要入，但係唔捨得入嘅大奇書，噔噔噔噔噔。咁呢張卡咧，我入坑嗰時咧已經係5字頭噶啦，咁佢都係咁上下啦，5字頭4尾咁樣啦。咁但係之前個大升幅咧，佢係冇乜點升嘅，唔知點解大跌浪咧，好彩又跟住跌喎，4500蚊我都心動噶啦。後尾而家我入手價4000，雖然折舊嗰陣時3800，但係唔緊要。我買卡從來都唔係睇今年嘅，係睇長遠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而家低手嗰陣時咧，大家可以入下啲卡，但係千祈唔好短炒，短炒係唔得嘅，短炒係我唔贊成嘅。咁咧，依家就係呢啲就係三老師最新嘅珍藏系列啦。如果大家有咩珍藏想同我分享，都可以話俾我知。多謝，下次再見。